再来看婚姻关一对翁仔某23去中东旅游，伫阿布达比机场转机的时，先生说号5个武装人员掠去，失联3日咯。太太向外界来求助，昨马航通知讲，先生人是伫杜拜的警察局，伫当地时间今仔透早1点，人嘛已经互放出来。上新的消息是，有可能是因为共名共姓念着人。台湾时间2八早起6点，杜拜当地时间透早1点左右，但太太透过赖群组向媒体说明，因人已经平安出来的消息。不过身躯顶头无护照行李，目前无法度住饭店，向驻杜拜台北办事处讨救，了解安排暂住办事处人员引导。住宿在杜拜时间11月28日凌晨1点半，接获家属电告，当事人已获警方释放。由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是杜拜国定假日，所以当事人仍需在12月3号回警局报到，以办理解除旅行禁令。外交部讲，家属通知陈先生平安出来了后，即时联络陈先生，先安排伊的住宿，后续会提供旅游文件等协助。不过目前陈先生婚礼的原因还要了解。对此，立委张家军表示讲，希望外交部爱持续追究原因，甲提供相关的协助。外交部可以持续的为这个陈先生来协助，因为这也有国际人权的问题，包括是不是有这个法律公平程序的问题哦。我希望就是外交部能够尽速的厘清之外呢，假设这是一个误会哦，我觉得这个阿布达比的警方哦也应该对台湾道歉哦。但太太嘛讲，因为因目前所有物件拢互扣留，上紧来等到12月初3去当地警察局报到。再当甲个人的证件、行李领回来，希望外交部伫这段时间内会当继续协助安排伊住宿这寡代志，让这个事件会当平安来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